中气象局伫今日下晡2点半发布风台度数内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。即届落雨的地区会以东南部抑有南部为主。拜三时也是上届严重时阵。气象专家也指出，讲这度数内的暴风圈已经挖到吕宋岛，受到陆地影响，变做是强度风台几率无大。不过，宜兰和花莲的渔民提早甲这船下办好势，要来应付风台咯。 杜苏芮风台目前以每点钟14.10的速度向西北西东西北方向过来。虽然风台也未到位，不过花莲地区上海岸船的业者烦恼影响大，选择无出海。上海岸的行程不是取消，就是延后。 浪高都超过差不多1.6米、1.8米左右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客人先做取消或者延后。业者表示，为拜2至拜4，上海岸的行程拢减慢，退换票初步估计超过5成。花莲的海边开始出现灯影，呼吁民众唔通去看海影。若是花莲市区有业者行在看板下吹落去，提早甲看板摕落来，等风台过了后再搁挂起哩。 当地西瓜农甲原本爱2个月才会使采收的西瓜，提早到2、5天就采收，惊风台带来更加大的灾损。 预防万一啊，所以说先采收，不过台风来，台风后的话，价钱可能就不好了。那宜兰的乌石港为少观光船拢停航，烦恼强风影响，业者拢用锁甲船固定。宜兰县长林祖苗视察当地抽水机，毋望降低风台淹水的机会。特别来看咱的抽水站啊，抽水机啊，能够预防摄影治疗，让伤害减到最低。针对杜苏芮风台，中央气象局25下晡发布陆上警报，暴风圈已经小可扩大进入巴士海峡，对于屏东甲恒春半岛会造成威胁。目前风台强度是上大的中度风台。 明天白天、明天晚上，大家可以看到东半部的降雨会更显著，并且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。那至于西半部，大致上可能在明天上半天还是比较多云到晴，可以见到阳光。那但是下半天过后，也可能会有一些雨势出现。整个来看的话，它的结构应该会受到陆地的干扰，预期大概就是维持现在的这个等级，或者是说接下来强度可能就要慢慢有一点要开始减弱这个趋势。拜2下晡，东半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开始。 落雨，拜3甲拜4是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阵，东半部恒春半岛风大雨嘛大，雨区会渐渐扩大，中北部会落阵雨，爱严防强阵风。拜5早起天气也无稳定，气象局提醒，风台挖近爱做好防范风台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